今天呢，我们就从第15页呢，就是显而未定的这个了知呢，开始来做解释。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呃，第三行就是第15页的第三行，无法决定自境之清晰显现的不错乱的这个了知呢，就是显而未定的这个现象。那其实，在我们的心绪之中呢，就是常常会产生这个显而未定之，但是呢，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去认明它之外，那心里面呢是常常会显现的。那在讲到显而未定之的时候呢，那它其实呢是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显现，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未决定。那显现是什么呢？显现一般并不是说只显现出它的形象而已，而是我们知道说，只要是了知呢，它一定会有它的显现，它一定会有显现，以及呢会有它的所缘。也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凡是在心类学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凡是了知呢，它一定呢都会有显现境。那像是单着境的话呢，除了分别知之外呢，是不会有单着境的。但是显现境呢，只要是了知的话，都会有显现境。所以这里讲的呢，显现的意思呢，就是它的显现境，而且这种显现的方式呢，是提到说清晰显现。那既然讲到清晰显现的时候呢，就排除了就是分别知所显现的方式，因为分别知所显现的方式呢，是掺杂异功相的方式来做显现，所以它无法做到清晰显现。所以在讲到显而未定之的时候呢，第一个它具备的条件呢，就是它显现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清晰的显现，就是像现前这种显现的方式呢，才是显而未定之的这种显现方式。那分别知因为掺杂异功相，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清晰显现。所以只要是显而未定之呢，就排除了呢会是分别知。所以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它要对于自境呢是清晰的显现。那第二个呢，讲到不决定。那不决定是什么意思呢？不决定也就是不通达的意思。所以呢，显而未定之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它是不掺杂异功相，能够清晰显现，而且对于境呢无法通达的这个了知呢，叫做显而未定之。那什么叫做无法决定、无法通达？无法决定、无法通达，就假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证的这个境，就是对于境呢无法兼顾决定。你无法清晰的，你无法对于你这个境呢，你没有办法升起这种坚固的决定。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显而未定之的产生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有提到说是身口意嘛。那在身口意里面呢，就讲到说意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只要我们能够调伏这个心意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获得安乐。就是佛陀有说，我们能够调伏心意的时候呢，就能够获得安乐；调伏心意呢，就能够获得解脱。那调伏心意呢，就能够获得这个喜乐等等。那所以讲到呢，最主要呢就是要讲到心的部分。那为什么显而未定之会产生呢？显而未定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呢缘着境的时候，但是心并没有去向于境，心因为没有去向于境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这个境呢，它就无法决定。所以生起显而未定之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心呢没有去向于这个境的缘故呢，所以因为心不去向于境，所以心呢就没有办法升起决定，所以才会产生显而未定之。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就是显而未定之它的性相里面呢，讲到说这个不错乱的这个明了，也就是不错乱的这个了知。那了知呢，有时候讲到说呢，显而未定呢，它的体性呢，就是要是了知是觉知的这个体性。因为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显而未定的时候呢，补特伽罗也是能够有显而未定的，就是当心绪之中呢具备显而未定之的这个补特伽罗呢，也可以说这个补特伽罗它是显而未定，就像是说它心绪里面呢如果有对平直的显而未定之的话呢，那同样的这个补特伽罗呢，它对于平直呢也是显而未定，所以在最后面呢加上这个明了知的缘故呢，就是要讲述到说显而未定它的体性呢一定要是了知，在无常法类里面的物质心法还有不相应行法三者里面呢，它只会是心法，没有物质体性的显而未定，也不会有不相应行体性的显而未定。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无法决定自境
知清晰显现的不错乱的这个了知呢，是显而未定的这个觉知的这个性相。那在这边讲述性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它的性相在安立的时候呢，是安立显而未定，就是先安立显现，但是呢无法决定，所以它的性相在名相呢，在安立的时候是先讲到显现，但是呢无法决定。但是呢，它的性相就是它的这个定义呢，在解释的时候，它的性相在解释的时候呢，是先讲述到了未决定，讲述到未决定之后呢，才解释了这个清晰显现。那为什么说它的名相的安立还有性相在解释名相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呢？那最主要呢，是因为说，就是为了就是它的这个一个语法，就是先讲述未决定，然后再来讲清晰显现呢，就是以这样的语法来说，这样讲起来比较顺的缘故呢，所以他把次序呢就是颠倒过来。所以一开始呢，先讲到说无法决定。那无法决定呢，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无法去向于静的缘故呢，所以无法决定。那这边呢，就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像是那种很小的这种铁片在移动的时候呢，就像是我们常常在电视看上，就是电视上面看到他们有用什么，像是摩斯密码还是干嘛的时候，就是让那个铁片呢能够快速的振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铁片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这个铁片呢它是如何移动的。如果说铁片我们只是碰一下就放着之后呢，这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这个铁片呢它是停留在什么地方。但是当这种铁片呢快速在移动震动的时候呢，我们是无法看得清楚的。那或者是说呢，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像我们在坐在车子上或是在火车上，那当这些交通工具就是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说我们在路上经过呢所看到的这些人事物呢，其实要真的能够留在心里面的呢，就是很少这样，就是过去之后好像就过去了，只能够留下一个大概的这个景色，或者说呢，就是虽然说我们经过时候呢会看到这某个人或是某个什么物品或是某个什么东西，但是因为移动速度太快的缘故呢，所以往往呢我们并不会记得这么的清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心没有办法，就是回去的时候会回想不起来，就只能够回想到说今天经过什么地方，好像有什么大概哪些景色很漂亮之外呢，那对于说像是细节，就是你在路上遇到了几个人，这车子经过的时候有几个人，或者说他们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或者说这个树木呢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就是因为快速通过的时候往往就是看到了，但是看到之后呢也就过去了，没有办法就是存留在我们的心中。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我们的心呢没有趋向于此的缘故呢，所以就无法获得对于这个静而产生坚固的决定。那其实呢不一定说要坐在车上或是交通工具上，就是以我们平常呢就是在走路或是运动来说，当我们在运动或者说在竞赛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呢其实就不会专注在这个我所走的这个路上。因为当平常呢如果说我们是在走路散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就是可以缘在就是地上，就是心呢就是也趋向于地，那眼睛看着地的时候呢，心呢其实也是趋向于地板。那这个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说就是路上的这些小动物，像是蚂蚁等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地上会有很多的这些虫蚁嘛，那当我们的心有专注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心能够慢慢专注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特别小心，就是避免自己呢去踩到这些虫蚁。或是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尽量避开，然后呢就是避免呢自己去造下杀生的这种业。但是呢当我们在竞赛或者说在跑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呢大部分都是趋向说我能够跑多快，或者说我要再跑得更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对于路上的这些景观也好，或者说对于说这些虫蚁呢，我们就不会这么仔细的去注意到。那为什么说没有办法仔细的注意到呢？就是这时候我们的心呢没有趋向于此，没有趋向于这个境，也就是我们在走的这个路上它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心并没有趋向于此，我们的心是趋向于说我这个时候运动呢，我的速度呢要比昨天呢更快，或者说呢就会想要说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那心呢都趋向于此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趋向于
地，所以往往有时候不是在慢慢走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就是去向于其他地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有可能就因此不小心杀害很多的虫蚁。那这个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我们的心呢没有去向于此，没有专注在这个东西上面的缘故。那没有去向于此，没有专注的缘故呢，自然而然呢就不通达。所以这里在讲到不通达的时候呢，那不通达的方式有几种，一种呢就是这种东西本身就不存在，没有，所以无法通达，是不通达的一种。那显而未定之所讲的这个未定呢，他讲的未决定呢，没有办法通达呢，并不是要说这个境不存在，所以没有办法通达，并不是指这一种。那我们就是以一般世间的状况呢来做解释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常用到的词呢，像是会用到说没看到，或者说像是不知道这两种。那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心类学的内容呢，就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一般在讲述到没看到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呢，就是别人问说你有没有看到小明或者是小华等等的时候呢，那你说没看到的时候呢，就比方说这两个人呢他不在你的身边，所以呢你没有看到，就是这两个人他不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没有看到。因为他如果在你身边的话呢，是两个很大的这个具摄者，就是有两个很大的这个身形，所以你呢会看到，但是你讲到没看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两个人呢其实不存在于你附近的，你附近并不存在这两个人。但是呢，如果说呢有人问你说就是小明或者是小华在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呢，那你回答说不知道的时候呢，那这种不知道的状况就比较像是我们在讲述到显而未见的时候。因为你在讲不知道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他们两个呢不在你的旁边，他们可能是在你的旁边，不过呢你不知道而已，就是显现，但是你没有办法决定，你没有办法确定说他们两个是谁，所以你只能回答说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回答不知道的时候呢，并不是代表说是没有，他们两个不在你旁边。但是我们如果说讲到没看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两个人呢没有在你的身边。那这个就是以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的这种讲话方式呢来做譬喻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分为这两种。虽然说一个是用没看到来说，一个是用不知道来说，但是它所代表的含义呢，一个就表示说你是有看，但是没有看到，所以你会说没看到。那一个呢就是比较类似显而未见，就是你在说不知道的时候呢，虽然说有可能是显现，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小明或者小华是谁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说不知道，就是显现，但是你无法决定，所以你会说不知道。所以从上述这个例子呢，就知道说其实我们一般在讲述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自己去分辨出就是显现还有呢就是决定的差别。就是我们自己也会知道说显现呢不一定会决定，就是不一定会决定。因为就像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即使你有看到呢，你会说不知道是谁，就是显现，但是没有办法决定。所以在讲述到显而未定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有没有看到的时候呢，最主要就讲到说像是显现，就是有没有显现。但是有显现呢，我们也不一定会是决定。就像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或者说就是开灯的时候，那照镜子我们看到镜子里面的时候呢，那镜子里面这个形象呢就是显现嘛。或者说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那如果说突然开灯，那有一个人站在你旁，就是在你床边的时候，然后突然开灯又关掉的时候呢，你对这个影像呢，你只会突然显现一下，就是突然显现，但是你不一定在这么短的时间呢，你们不一定看得清楚说呢这个是谁。所以这种呢都是显现而未决定。但是当我们是要问说呢你知不知道的时候，那你如果说知道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对于这个境呢你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小明的时候，你如果回答说你知道小明的时候，那除了说你会显现小明这个形象之外呢，那你心也是去向于小明，你才会知道说小明是谁嘛。如果说我们的心完全没有去向于小明的时候呢，别人问你说小明是谁，你知不知道的时候呢，你肯定是回答不知道的嘛，因为你无法决定说小明是谁。所以当我们在说知道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的心呢已经决定了。但是光显现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就会一定会是决定的。那这个是可以透由我们世间的一些经验呢，是可以了解的。
所以呢，在讲述性相的时候呢，讲到说无法决定次境之清晰显现，所以我们前面是先讲到说无法决定，那就是在藏文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像是决定、通达还有了知，那这个了知是指说知不知道，虽然说它的字跟我们心类学的那个心法就是觉知了知那个了知呢是同一个字。那但是呢，就是这边如果用了解来解释的话呢，就是决定、通达还有了知，这三者的意思呢是一样的。那所以这边讲到说无法决定，就是无法通达，就是无法了解、无法了知的意思。那清晰显现呢？那清晰显现就特别讲到说呢，它显现的方式呢，就是讲到说它是不掺杂的异共相，它对于境呢是能够直接的显现，也就是这个境呢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呢，它在显现就如同外境一般，外境的样子呢，它就如实的显现。那这种叫做清晰显现。所以从清晰显现这几个字里面呢，就表明的时候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了知里面分为就是分别知还有无分别知，所以从清晰显现呢，就可以直接了解到的是显而未定知呢，它一定是分别知还有无分别知里面的无分别知，所以不会有分别知体性的显而未定。那这个呢，就是从清晰显现这几个字呢，就是能够显示出来。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不错乱的这个了知。那什么是不错乱的了知呢？那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如同呢，就是显现般呢，就是存在的。那这个就是不错乱的这一种。那因为我们刚好解释到呢，就是他这里所讲的就是无法决定自境，就是显而未定呢，他未能决定呢，并不是因为说这个境不存在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他没有办法通达，并不是的。所以就讲到说呢，他在显而未定，他所讲的呢，就是他所显现的呢，如同他显现般是存在的。不过呢，这个存在因为我们的心不趋向于此的缘故呢，所以你无法去决定它之外，并不是说它如同显现般呢不存在。那如同显现般，但是它又不存在的时候呢，那就是你显现跟真实存在状况是不符合的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成为错乱的一种了知。所以不错乱的了知呢，就是它如同你显现一般的存在。不过呢，这种存在的方式呢，是我们的心因为不趋向于此，所以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这边呢，就想要说显而未定之呢，它一定要是不错乱的这个了知。那我们再举一个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例子，比如说呢，就是家里来的就是两个人，就是小华还有小明。那小华呢，我是认识的，但是呢，我并不认识小明，所以当他们离开以后呢，那我就是说，今天来了两个人，那个小华呢，小华跟着小华一起来的那个人，但那个人呢，我不知道是谁。那很明显呢，小明我们就是显而未见，就是我虽然看到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无法知道说他是谁，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到说，就是小明这个人如同显现般的存在，他如同显现存在，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对他升起决定，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呢，他并不是说如同显现般不存在，那这个呢就是错乱之，就是明明只来了一个小华，但是我却看成有两个人来的话呢，那这个就是错乱，因为你显现般的是不存在的嘛，因为不存在另外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人因为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如同你显现般的存在，所以这个呢，它就是不错乱的一个了知。那在显现的时候，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呢，那就有一点类似我们这边所讲的显而未定，就是显现，但是你无法决定他是谁。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就表示说，虽然说你不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个小明这个人，虽然说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确实是存在的，如同你有看到他一般，他也是存在的，并不是说没有的一个人，你把他看成有的，那这样就是错乱之。所以这边讲的说呢，不错乱的明了，就讲的是说显而未定之呢，它本身呢就一定要是不错乱的这种了知。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显而未定之呢，它一定呢要是不错乱的这种了知。那讲到说不错乱呢，那不错乱了知它的颠倒呢就是错乱。那什么叫做是错乱呢？错乱就是如同显现般呢，它非真实的存在。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错乱的了知。那不错乱的了知呢，就是颠倒过来，就是如显现般呢，它是真实存在的话呢，那这种就是不错乱的了知。所以就想要说呢，就是
对于这个显而未定之呢，它本身呢就是一定要是这种不错乱，就是它一定要如同显现般，它显现的是要真实存在的，不是显现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从这个现象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呢，就是它本身要致敬能够清晰的显现，然后呢，它又要是不错乱的这种了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显而未定之呢，它本身就一定要是无分别之，不会有分别体性的显而未定之。所以从性象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就是显而未定之呢，它一定是分别之和无分别之当中的无分别之。那无分别之当中呢，又有就是根现前还有异现前。那所以就是有显而未定之的根之，那五种根之呢都有五种根之体性的显而未见之。那同样呢，在异现前里面呢，也是有异之体性的显而未定之。那在了解了这些重点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述就是显而未定的它的分类。那所以接下来就想要说，显而未定的这个了知呢，若是给予其区分的话呢，就是能够分为三种，就是呢能够成为显而未定之的根现前，还有成为显而未定之的异现前，以及成为显而未定之的自证现前这三种。那因为前面已经讲到说，只要是显而未定之呢，它一定是无分别之，所以在无分别之里面呢，就是有所谓的就是无根之，所以呢就会有属于显而未定之体性的这个根现前。那无分别之里面呢，又可以分为根之和异之嘛，所以会有显而未定之体性的根现前，同样的也会有显而未定之体性的异现前。那既然有根现前和异现前的话呢，那也会有领纳根现前的自证，以及领纳异现前的自证，所以同样呢也会有显而未定之体性的自证现前。所以呢，显而未定之呢就能够区分为这三种。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显而未知体性的这个根现前呢，那它第一个事项就像是呢，眼睛成立于美色之时的直身耳知，所以这个时候的直身耳知呢，它是属于显而未定之。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像我们去那个大公园或是大花园的时候呢，那就是对于这些，因为本身是很喜欢这种花草树木的时候，那我们的就专注于在看这些花草树木，所以这时候呢，旁边就是虽然说有各式各样嘈杂的这种声音呢，但是呢，我们并不会特别去区分说，哦，这个是什么声音，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耳知呢，它就是显而未定。它为什么是显而未定之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耳知它有显现声音，而且它显现的方式呢是不掺杂着异共相，然后呢能够清晰的显示声音。而且呢，它所显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如同显现般的是存在的，所以它显现他听到这个声音呢，是如同他听到一般是存在的。但是呢，他对于这样的声音呢，他是无法决定。为什么他无法决定？为什么耳知无法决定这样子的声音呢？因为这个时候心呢，并不趋向于声音，我们的心呢，这时候是趋向于外在的这些花草树木。因为心不趋向于声音的时候呢，即使这些声音有显现，就是有听到，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决定说，哦，这些是什么样的声音。所以第一个事例呢，就想到说，眼睛沉溺于美色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直身的耳知。那再举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我们肚子很饿的时候呢，那去餐厅吃饭，那肚子很饿的时候呢，当这个食物送上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就只会想说要赶快把这个东西吃完，所以送它上来的这个碗呢，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或者说这个汤匙、这个筷子呢，它到底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并不会去特别的注意，乃至于说它这个菜色是怎么样，我们不会特别去在意。我们的心呢，因为心源在哪里？我们的心呢，这个时候是趋向于肚子饿的这个痛苦，所以想要赶快解除肚子饿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虽然是有看到，但是我心呢并没有专注于这个外在的这些食物的这个容器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并不会去专注到说这个碗它的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我们直接会想要说赶快把这个食物给吃完，只会专注在这个味道上面。心呢就不会远在于这个食物上面这个容器上面，所以虽然说你有看到这个容器的颜色，这个碗的这个颜色，但是呢，这时候这个眼知对你来说呢是显而未见的。或者说呢，当我们升起这种强烈嗔心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的心呢都是
去向于就是嗔的这个原因，所以对于周遭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呢去观察。这时候因为心就完全身在就是心只会去向的说，哦，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伤害我，他为什么伤害我，然后他呢在过去的时候伤害我，他现在伤害我，他未来呢可能也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伤害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对于周遭的情况，乃至于这个人他其他的这些功德呢，对你来说他都是显而未定的。因为即使有呢，你也不会去专注，因为你的心呢就是完全你的心就是完全呢就是去向于就是他为什么呢要伤害你这一点。所以对于其他的状况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余力呢去了解。那这种就是在身心状况的生气状况的时候呢，然后所升起的这种显而未定智。所以在往往呢升起强烈贪心跟嗔心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伴随着这个显而未定智的。就比如说呢，当我们对一个人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贪心、贪着心的时候呢，那即使这个人有过失呢，你看是看到了，但是呢并不会特别显现出来，因为被这种强烈的贪心呢给隐蔽过去。因为我们的心呢只是去向这个强烈的贪着之外呢，那对于他的这种过失呢，自然而然我们就兴不起来。那或者说呢，当我们升起强烈的嗔心的时候，或者说对于这个友情升起强烈的这种怖畏心的时候呢，那对于这个人他其他的这种好的功德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就看不到。所以在这种强大的烦恼之后呢，很容易伴随着这个显而未定智。所以从这个就是第一个呢，从眼睛成立于美色之时的这个实生的耳知呢，那从这个事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有五根之体性的这个显而未定智。那乃至于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例呢，就是颠倒过来，比如说呢，就是在耳朵呢成立于美声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直射的眼知，那同样呢，这时候直射的眼知呢，它就变成了显而未定智。就像说去舞厅的时候，那里面的音乐呢，可能开得非常的大声，或者说里面的音乐呢非常好听的时候，我们的心呢都是去向于这个声音，沉溺在这个美好的声音里面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呢，就是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的，就是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看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呢，就是仅做一个譬喻。因为如果说把五根之一拿出来解释的话呢，来出来做讲解的话呢，那就变成说篇幅太长。所以这边只是以这个直身的耳知呢，来代表说五根之呢都是有显而未定智的。那第二个呢，就讲说显而未定之体性的这个一现前，那就讲说例如呢，就是凡夫心绪当中呢，直射等五境的这个一现前，也就提到说，就是凡夫心绪里面呢，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凡夫心绪呢？那也就是讲到说，圣者心绪当中呢，就是直射五境的这个一现前呢，就像是直射的一现前等等的，那这些呢，并不是显而未定智。那为什么说凡夫心绪当中呢，直射等的这个五境的这个一现前呢，就像是直射一现前、直生一现前、直相一现前等等呢，这五种意现前呢，为什么是显而未定智呢？因为在凡夫心绪当中呢，就是直射等的这个意现前呢，它是属于时边际刹那，就是它升起的时间非常的短。因为升起的时间非常短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升起决定或者说要去通达呢，就非常的困难。就像前面所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在外面跑步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这么专注的呢去向于一处，所以有可能就因此会伤害一些就是地面上的小生物，因为心不去向于此缘故，或者说因为速度快、时间比较短的缘故呢，就没有办法圆得这么的仔细。所以呢，在凡夫心绪里面呢，就是直射的这个意现前，它因为是时边际刹那的缘故，就因为时间太短暂的缘故呢，所以凡夫呢无法通达它的境，所以呢它是显而未定智。那特别加上凡夫呢，就表示说圣者心绪当中呢直射的这种意现前等等。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摄法又分为摄生相位处嘛，所以就会有直摄等，就是指说直摄、直生、直相、直位、直处的这个意现前呢。有这五种一现前，那圣者心绪当中呢，就讲到说，为什么圣者心绪当中的这个一现前呢，并不会是显而未定智呢？因为圣者心绪当中的意现前呢，它不一定是时边际刹那的缘故呢，所以呢，圣者心绪当中的直射意现前呢，并不是显而未定智。
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有显而未定之体性的质证现前，那就提到说，就是如凡夫心绪当中呢，就是领纳直射等五境的意现前的这个质证现前呢，那就是属于显而未定之的质证现前。那为什么说这个质证现前它也是显而未定之呢？因为前面我们有讲到呢，就是凡夫心绪当中呢，直射的意现前，它为什么是显而未定的原因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它是时边际刹那，也因为这个它是时边际刹那缘故，时间太短的缘故呢，所以它没有办法通达境。那既然这个直射的意现前呢，它本身是时边际刹那的话呢，那领纳它的这个自证现前呢，因为它是时边际刹那的缘故，所以这个自证现前它也没有办法领纳这个时边际刹那的这个意现前，因为时间太短的缘故，它对于这个太短时间的这个境呢，它也没有办法领纳。因为如果说凡夫心绪当中呢，如果说领纳意现前的这个自证呢，要是它不是显而未定之，它能够通达意现前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凡夫心绪当中也有能够通达时边际刹那的这个了知，那这个时候呢，凡夫他就会成为圣者的过失。所以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无法通达这个意现前，自证无法通达意现前的原因呢，就因为说这个意现前呢，直射的这个意现前呢，它本身是时边际刹那的缘